冇呢？有邊個影我哋？燒鵝。為咗避開人潮，我哋天未光就出發，啱啱好喺開門前作為第一批人入到嚟，安靜咁擁有咗呢座神廟半個鐘，等於包場一樣。尼羅河西岸 West Bank 太陽落下嘅一方，呢度代表住死亡、來世同神秘。滾滾黃沙之下，埋藏住無數法老嘅地下宮殿。哈特謝普蘇特女王神廟坐落喺尼羅河西岸，佢係全埃及唯一一位，亦係埃及歷史上最傳奇嘅女法老。喺3500年前嘅古埃及，當所有法老都起緊傳統嘅封閉式神廟嗰陣，呢位被稱為埃及武則天嘅女王，竟然大膽喺刀削一樣嘅巨石懸崖之下，起出咗一座極簡線條、帶有現代感柱廊嘅神殿。身為一個女子，為咗喺男權至上嘅古埃及登上帝位，佢大膽宣稱自己係太陽神阿蒙嘅女兒，甚至喺所有壁畫同雕像入面幫自己加上法老嘅假鬍鬚，以男性姿態統治咗埃及長達20幾年嘅佢，開闢商路，將埃及推向咗極致嘅富裕。喺女王過身之後，俾佢壓制咗20幾年嘅繼任者圖特摩斯三世展開咗瘋狂嘅報復，佢下令砸碎呢座神廟入邊所有女王嘅雕像，劃走壁畫上面女王嘅名，試圖將佢由人類歷史之中徹底抹去。呢一度記載咗女王派遣船隊遠征馮特王國，即係今日索馬利亞一帶嘅壯舉同埋貿易成果。之前提到嗰位下令抹去女王名字嘅繼任者圖特摩斯三世，佢絕對唔係一個懦弱嘅承繼人，相反佢係古埃及嘅戰神，被現代歷史學家稱為埃及嘅拿破崙。佢一生經歷咗17場大戰，未曾敗過一仗。喺20年之內征服咗近東、中東，更加跨越咗兩河流域嘅幼發拉底河。佢在位嗰陣，將埃及嘅版圖推向咗歷史嘅巔峰。咁樣一位不可一世嘅帝王，前半生卻活得無比委屈。佢年幼即位，由繼母 Hatshepsut 輔佐執政，繼母攝政咗22年，係實際上嘅女法老，同歷史上嘅武則天好似。圖特摩斯三世喺佢人生嘅前22年入邊，佢雖然貴為法老，卻被呢位強勢嘅繼母女王奪走咗所有嘅權力。佢被放逐到軍隊裏面，只能夠默默企喺陰影之中，望住女王喺尼羅河畔大興土木，享受住萬民嘅崇拜。我哋之後去嘅卡內克神廟 Karnak Temple 就會見到圖特摩斯三世將佢喺戰場上嘅勝利同埋狂傲，全部刻晒喺神聖嘅祭祀大廳入邊。順便講個題外話，有好多聖經學者都支持當年逼摩西出埃及嘅法老就係圖特摩斯三世。如果摩西出埃及嘅時代係西元前15世紀，佢好可能喺圖特摩斯二世執政時期出世。咁嘅話，圖特摩斯二世同父異母嘅妹妹兼老婆 Hatshepsut 女王就好有可能係聖經上面所講喺尼羅河入邊將嬰孩摩西撈出水面撫養嘅嗰位法老嘅女兒啦。呢度雖然冇宏偉嘅巨石神廟，但係工匠村卻係古埃及新王國時期嘅國家一級機密重地。喺3000年前，呢一座村入邊住住一群全埃及手藝最頂尖嘅畫家、石匠、雕刻師。
我哋喺帝王谷入邊見到嘅絕美地底壁畫同埋法老石棺，通通都係出自呢班村民之手。為咗防止帝王谷嘅陵墓位置同埋陪葬寶藏洩露，當時嘅法老將呢群工匠集體圈養喺呢個與世隔絕嘅山谷入邊，由軍隊日夜嚴密看守。嚟到工匠村，最值得睇嘅係佢哋自己嘅墓穴。法老們嘅墓穴都係追求宏大、威嚴同埋神界審判，但呢群頂級藝術家幫法老加班之餘，大膽將最頂尖嘅手藝留翻俾自己。行入工匠嘅地底墓室，你會發現空間雖然得豆腐潤咁大，但壁畫嘅細緻度、光影同埋色彩嘅飽和度，簡直比法老嘅仲要生動。佢哋唔畫枯燥嘅政治宣傳，而係畫自己同老婆喺尼羅河畔快樂嘅生活。仲有豐盛嘅無花果同啤酒。而家參觀嘅呢個安克卡之墓咧，係當時嘅工匠總頭目，即係掌管成個帝王谷工程嘅最高藝術總監。安克卡將當時全埃及最頂尖嘅畫師同埋最奢侈嘅黃金漆料，通通留晒俾自己。當你行入地底墓室，由四面牆壁到天花板，全都被擦上咗一層高貴明亮嘅金黃色底漆。上面用極之細膩嘅黑色同紅色線條，勾勒出佢對來世最狂傲嘅想象。來啦，睇住啊你哋。啲味道唔係幾好，我覺得應該係呢一度啲人嗰啲臭狐味，唔係個洞嗰啲味。喺工匠村入邊，呢個森內迪恩嘅墓就係成個古埃及保存得最完好、色彩最飽滿嘅一個。佢係塞提一世同拉美西斯二世時期嘅頂級畫師。喺1886年，法國考古學家發現佢嗰陣，竟然係一個從未被盜嘅完整墓穴，入邊嘅隨葬品、木乃伊以及成幅牆，歷經3300年，依舊好似琴日先啱啱畫完一樣咁鮮豔，壁畫非常之完整。阿梅納克特係拉美西斯3世時期擔任書記，掌管帝王谷嘅工程同埋計劃。佢亦係古埃及歷史上出名嘅拉美西斯3世時期罷工報告 Strike Papyrus 嘅作者，詳細記錄咗工匠因為口糧短缺而發動嘅抗議行動。公元前1159年，因為朝廷官員貪污，工匠村嘅糧食用水同埋點燈用嘅橄欖油被拖欠咗成2個月。呢群工匠唔係逆來順受嘅奴隸，佢哋係極具傲骨嘅知識分子。呢群憤怒嘅工匠直接向朝廷宣布罷工。佢哋集體衝破軍隊嘅封鎖線，遊行到附近嘅神廟，大嗌：我哋好肚餓，我哋要衫要油要魚要蔬菜。呢個就係全人類歷史上面有文字記載嘅第一場勞工大罷工。佢哋最後成功逼到法老破天荒大開國庫，補發返所有人工。講返呢個阿梅納克特 Amenet 嘅墓，佢並唔係單獨存在嘅，
而係同佢兩個仔嘅陵墓相連，形成咗一個家族墓葬群。呢3座陵墓共用一個主要入口，通去地下各個獨立嘅墓室。父子3人嘅陵墓展現咗截然不同嘅墓室色彩學。父親之墓採用咗色彩斑斕嘅傳統多色調風格，而兩個仔嘅陵墓就採用咗罕見嘅單色系繪畫，以白底為主，再配搭黃色、紅色同黑色嚟描繪。當地旅遊公司特別聘請咗一整班在地嘅傳統表演者，一邊敲住手鼓，一邊吹住樂器，用最熱烈、最接地氣嘅埃及式音樂嚟歡迎我哋團隊上船。午餐之後，我哋出發去參觀卡內克神廟 （Karnak Temple）。尼羅河東岸 East Bank 被視為太陽升起嘅生者之城，象徵住生命、權力同埋對神明嘅崇拜。卡內克神廟同埋盧克索神廟都係坐落喺東岸。卡內克神廟嘅歷史可以追溯到中王國時期，大約西元前2000年，歷任超過30位法老持續擴建，令到佢嘅規模越嚟越龐大。卡內克神殿總共有10座塔門，到第一座塔門之前，必須要經過兩旁立滿獅身公羊嘅大道。據聞呢條大道係由拉美西斯2世所建，成條大道全長大約2700米，係一條連接住卡內克神廟同盧克索神廟嘅皇家巡遊大道。大道兩側立住1000多座雕像，底座係獅身，而頭部就係公羊。古埃及人認為公羊象徵亞蒙神，而獅子就象徵統御嘅力量。卡內克神殿因為佢浩大嘅規模而揚名世界。形象啲講，卡內克神殿大到可以裝得落一個巴黎聖母院，佔地超過咗半個曼哈頓城區。佢嘅大柱廳係由134根高聳嘅巨大砂岩石柱組成嘅石柱森林，中央12根高達21米嘅石柱特別震撼，柱頂甚至可以容納8人站立。
橫梁上到今時今日，依然可以隱約見到千年前嘅鮮豔彩繪。影片開頭提到過嘅埃及戰神圖特摩斯三世用佢遠征亞洲帶翻嚟嘅黃金，喺神廟深處起咗一座節慶大廳，牆上面記錄低咗佢當年征戰美索不達米亞嗰陣帶翻嚟嘅異國植物同埋奇珍異獸。頭先講過佢同女王之間嘅恩怨，佢好想毀掉呢座象徵女王嘅方尖碑，但因為方尖碑係獻俾神嘅聖物，直接砸碎會觸怒天神，所以佢諗咗個辦法，起一圈厚厚嘅高牆，將女王方尖碑封死，目的係要令佢個名喺歷史上面徹底消失。然而，歷史往往充滿咗無情嘅嘲弄以及終極大反轉。幾百年之後，戰神喺嗰度圍牆喺地震中倒塌，反而係入邊被佢封印咗幾百年嘅女王方尖碑，因此免受咗幾百年嘅風雨風化。直到今日，字跡依然清晰如新，保存得非常完好。圖特摩斯三世用盡心機想抹去女王，點知佢親手起嗰道高牆，反而變咗女王不受英名最頂級嘅保護殼。如果埃及真係有輪迴，呢位戰神一定激到直接由棺材度彈起身，大嗌一句：早知當初就唔好起嗰道牆啦！埃及最高亦都係保存得最好嘅 Hatshepsut 女王方尖碑，碑身刻滿咗精美嘅象形文字，詳細記錄咗女王嘅功績。碑嘅尖端當年曾經覆蓋住金箔，用嚟反射陽光，向太陽神致敬。通常方尖碑都係成對嘅，而另一座 Hatshepsut 方尖碑已經斷裂咗，你喺聖湖旁邊就可以見到。喺返去河倫嘅途中，經過已經點燈嘅盧克索神廟。今日行程結束，多謝大家陪我哋睇咗咁多嘢，下一集再見。